咁咧，大家好啦，我係唐律師啦。咁首先咧，我想多謝每一位咧係想嚟聽分享嘅朋友先嘅，因為好多謝你關注認知障礙者嘅權益啦。咁亦都咧知道當中咧可能有一啲係認知障礙者嘅照顧者嚟嘅。咁我都想特別去尊榮你哋啦，因為知道咧你哋嘅付出一定係最大。我相信喺個過程係好辛勞啦，亦都希望我今日嘅分享咧係可以帶到一啲幫助俾你哋嘅。咁今日嘅分享咧都係圍繞住即係刑事嘅事宜啦。喺呢一方面咧，亦都咧好想裝備你哋咧，即係點樣去同呢個群體去同行嘅。咁咧，我哋知道咧，其實今日個講座嘅內容咧，就都會去涉及到咧，即係現存嘅問題啦。咁相關嘅法律同埋咧一啲即係對於呢個群體咧法律嘅保障嘅。係啦，咁現存有啲乜嘢問題，成日都會遇到嘅咧。咁咧，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嘅數字啦。咁咧就係通常咧都係涉及就有呢個賭博罪啦，或者暴力嘅傷人罪。咁咧其實干犯盜竊罪咧係最多嘅，亦都經常遇到嘅問題嚟嘅。係啦，咁我哋咧普遍咧即係知道認知障礙者咧，佢哋會有一個功能同埋記憶會逐漸去衰退啦，亦都知道咧佢哋思想咧會較為混亂嘅，亦都有時候咧會發現佢哋性情會大變。係啦，咁由於佢哋出現呢一啲嘅思想嘅混亂啊，呢啲嘅情況咧，就好容易咧會誤墮法網嘅。咁例如咧，即係成日經常發現就係去超級市場買餸，咁但係原來唔記得俾錢，咁樣就行咗出去。咁喺呢個時候咧，都容易干犯呢個偷竊罪啦，亦都係發現佢哋咧會容易焦慮啦，同埋會有憂鬱嘅情況咧都會惡化。係啦，咁因為唔記得或者暴躁咧，就會令到佢哋咧干犯一啲刑事嘅罪行啦。咁嚴重嘅可能係甚至會即係犯呢個誤殺罪嘅。係啦，咁不如我哋了解下，即係有啲咩相關嘅法例係有關呢一啲嘅罪行。咁就喺第210章咧，呢個盜竊罪條例咧就會睇到盜竊罪嘅定義啦。咁亦都會睇到第9條咧都有涉及盜竊罪，同埋第18C咧就係關於不付款而離去嘅呢一個條例嘅。係啦，咁咧盜竊罪咧其實係要包含咧一個不誠實嘅元素。咁就係關乎咧佢嘅當時嘅思想狀態，唔單止係嗰個行為啦。係啦，咁呢個喺刑事方面咧，就係涉及意圖嘅部分咧，就係佢當時咧要有一個永久剝奪他人嘅財產嘅一個諗法，而去做出呢個行為。咁或者咧，按照第18C條咧，就係佢想逃避呢個支付應付嘅款項。咁控方咧係一定要證明到咧，即係當時我哋嘅意圖，即係被告嘅意圖係有咁樣嘅情況，咁先至即係可以即係涉及或者可以成功咁樣去控告到去盜竊嘅。係啦，咁通常咧，即係可能有呢個認知障礙者嘅情況咧，就係當時佢嘅意圖咧，佢係冇呢個意識嘅行為嘅。係啦，咁去到一啲嚴重啲嘅就係襲擊啦，或者毆打罪啦。係啦，咁涉及呢一個行為嘅一啲條款咧，就係第40條咧，就係最低級嘅，就係普通襲擊啦。咁其實基本上我可能打你一拳，咁咧其實就已經干犯咗普通襲擊㗎啦。咁亦都唔需要係有啲咩身體傷害嘅。咁但係第39C條咧就再嚴重少少啦。咁就係咧，我襲擊咗你之後咧，就要喺你嘅身體上咧發現到明顯嘅傷勢咁樣。咁去到再嚴重啲啦，就係第19條咧，就係就睇到咧係有一啲嚴重嘅傷害，咁就係一般就係會流血啊，或者係有一啲解開咗即係皮膚嘅一啲情況嘅。係啦，咁因為咩情況咧？普通襲擊就會罪成咧。咁就除咗嗰個暴力行為之外咧，其實咧佢都要有個意圖咧，或者佢魯莽啦，即係佢要去傷害你嘅身體嘅。
係啦，咁誤殺罪咧就最極端㗎啦，咁就係去到係真係去即係奪走咗一個人嘅生命啦。咁通常咧，如果喺誤殺方面咧，就係只要作出咗呢個行為，咁當時如果你嘅意圖係唔係真係想去攞咗人哋個條命咧，咁都其實都已經係會即係中咗呢一條嘅誤殺罪㗎啦。係啦，咁我哋都可以再了解下有啲咩法律保障呢個群體咧，咁樣。係啦，咁通常咧，即係喺如果涉及呢個殺人罪行嘅條例咧，咁一般咧就有一個嘅辯護理由咧，就係叫做精神失常嘅情況底下，你去作出咗一個殺人嘅行為。咁呢個咧就係適用於謀殺嘅啫。咁就係能夠將一個謀殺嘅控罪咧，就去辯護到去變成一個誤殺罪咁樣。咁主要當時辯護嘅理由就係當時嘅意圖係可能精神失常啊，或者佢因為疾病即係精神病而所引起嘅行為，咁係能夠去大大咁樣去即係減輕佢嘅刑責嘅。係啦，咁一般咧，即係當一個嫌疑犯佢正式被提告啦，咁佢帶到去法庭嘅時候咧，咁咧法庭咧就係需要去讓一個被告人咧就係去回答一個叫做答辯咁樣，咁就係意思就係你需要回答究竟你認罪定係不認罪。咁咧喺呢個情況咧，可能一啲認知障礙嘅朋友咧，佢哋咧就係因為佢嘅精神狀態啦，導致咧佢連呢個問題都可能答唔到嘅。咁係點解咧？即係可能佢會唔明白究竟嗰個控罪係乜嘢啦，或者佢都唔知自己當時有冇做到啦咁樣。咁喺呢個情況咧，其實咧一般咧，我哋都會建議就係一啲被告人咧，佢哋去即係得到另外2位精神科醫生嘅意見，就係佢哋咧去提供一啲嘅評估，究竟佢嘅精神狀態其實係咪適合答辯嘅咧？咁樣，咁如果2位即係醫生咧都係最後嘅意見都係不適合答辯嘅話咧，咁一般法庭咧就要考慮咧佢可能係唔適合去回答呢個問題。咁佢最終咧其實會展開另外一個程序。不過咧，一般情況去到法庭咧，如果我哋去攞到2個精神科醫生報告咧，其實法庭咧可能佢自己都會指示呢一位被告咧有機會係要再接受咧另外2位係法庭指定嘅精神科醫生去再作一個評估。咁喺呢個情況咧，有機會咧係要被還押啦，甚至去到小欖嗰度咧去接受呢個評估嘅。咁呢個就要留意翻咯。係啦，咁當即係法庭咧，佢最後裁斷係呢一位被告人係唔適合答辯的話咧，或者佢唔適合受審咧，咁咧佢就會展開一個叫事實嘅審訊。咁咧就係按照第221章啦，第75A 條咧，咁咧法庭或者陪審團咧，咁咧就係要就住即係法庭所提供控方所提供嘅證據啦，同埋控方咧就引進援引一啲證據咧，去決定咧究竟呢個人呢個被告人咧係有冇做到呢個行為，咁去讓即係呢個被告人咧其實都叫做經過一個公平嘅程序，係去決定究竟佢係咪首先有干犯到呢個罪行先。咁咧其實因為一般刑事咧係考慮除咗行為之外，其實係會考慮佢嘅意圖，先至咧係能夠去話佢已經干犯呢個罪行。咁所以咧，其實法庭係喺呢個叫事實審訊當中咧，佢係唔會再考慮嗰個人嘅意圖，佢只係會考慮佢有冇做到呢個行為，咁就已經係足夠㗎啦。咁樣係啦。咁如果佢最終佢係假設法庭係接納控方嘅一啲證據同埋陳述的話咧，咁就會係
佢需要去作出一個命令啦。咁個命令咧就係即係嗰個裁決咧就係佢究竟係有做定係冇做。咁如果佢有做到咧，咁一般咧法庭咧就會用其他方式去處理咧呢個被告人嘅。咁就包括咧，所以可能將佢作出一個命令，係將佢收納喺一個精神病院裡面去接受治療啦，或者咧發出一個監管同埋治療令。咁呢個監管治療令咧就係最耐咧可以2年嘅。咁而第三樣嘢就係發出一個監護令啦。咁呢個監護令咧就係最多1年嘅啫。咁亦都當然有啲附帶條件啦。咁咧第4啦就係即係可以當庭釋放嘅咁樣。咁當庭釋放咧係可能係喺嗰個事實嘅審訊當中發現佢係冇做到嘅。咁呢個係會有當庭釋放啦。但係亦都可以係法庭咧就係發現到佢係或者裁定佢有做，但係亦都即係最適合嘅方式處理，可能都係讓佢當庭釋放。咁可能係較為一啲輕啲嘅罪行咧，咁就會採納呢一個方式處理咯。係啦，咁以下咧即係有一啲嘅叫做守護卡嘅計劃可以留意啦。咁就係喺一個警方去調查緊呢一個嘅被告人嘅時候咧，咁咧就係其實呢一啲嘅指引咧係即係警方咧係必須要遵行嘅。一般咁就係咧，當時喺警察局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需要有一個合適成年人咧去陪同作供嘅，係呢個係佢嘅權利啦。咁亦都咧要了解翻合適成年人咧嘅資格咧，就一般係即係可能看顧住佢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屋企人啦，係啦。咁亦都要了解到呢個合適成年嘅角色咧，其實主要就係提供一啲精神上嘅支援，咁就唔係會提供任何即係意見啊，或者係會教佢點樣去面對呢一個錄口供嘅過程。呢一個就一般都係由律師去擔當翻嘅。咁但係可以注意翻啦，因為雖然即係律師都係一個成年人啦，一般咁，但係咧佢就未必係一個合適成年人，因為大家嘅角色咧都係唔同嘅，所以即係要注意翻就係，雖然可能有時都會聘請咗一啲律師去陪伴呢個屋企人或者即係呢個呢一個群體嘅去錄口供啦，但係亦都唔好忽略咗，其實都需要一個合適成年人喺警署裏面去陪伴佢，係較為理想嘅。係啦，咁都可以注意翻就係警方咧其實係需要去容許有個合適成年人在場啦，亦都咧一般咧按照警方嘅指引咧，其實呢個錄口供嘅過程咧係必須要係錄影會面嘅。點解要係咁重要咧？呢一點係因為通常一啲可能係呢個群體嘅人，佢哋精神上面嘅問題未必識得去回答問題，或者即係識得去為自己去辯護啦。咁其實咧呢個喺錄影嘅情況底下咧，就會能夠呈現得到嘅，就係佢本身個行為狀態，咁亦都係保障翻呢個群體嘅。係啦，咁當然就係如果喺錄口供嘅過程，即係如果呈現一啲不公平嘅情況，咁都需要有合適成年人去叫做為佢發聲啦，保障佢啦。係啦，咁如果當中一啲內容係認為係唔恰當嘅，就唔應該簽署啦。咁亦都要喺嗰個口供上面，一般係滿意嘅時候咧，先至或者佢知道咧，其實可以作任意嘅改動嘅情況底下先去簽嘅咁樣。係啦，咁倘若即係經過咗呢個警方嘅階段啦，警方調查階段啦，咁可能一般下一個階段咧就係佢可能被提告啦。咁去到係啦，喺警署嘅時候咧，其實最注意翻咧，佢最多係能夠有權利去拘留你唔超過48小時。咁如果佢係喺嗰48小時裡面咧，已經有一個意向，佢一般就要盡快去作出提告啦。咁但係如果佢唔去作出提告的話咧，咁就需要去讓佢有一個保釋嘅權利咁樣。係啦，咁喺警署嘅階段咧，有啲時候咧，
警方咧亦都會容許咧，就係用一個叫警司警戒嘅方式去處理啦。咁通常咧就要符合一啲嘅條件啦，佢哋都會考慮翻嗰個人有冇案底啦，咁或者係咪有一個悔意啊，或者係唔適合，即係唔涉及一啲色情啊、毒品啊或者暴力嘅傷人性質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如果警方佢哋去即係叫做氹你，就係不如你認咗佢啦，咁我就會俾你警司警戒去處理。咁呢個就你哋可以留意翻呢個未必佢哋能夠真係兌現得到啦，呢啲嘅承諾，因為有時佢哋去作出咗一個調查之後，有啲情況其實佢都要將個案件去轉交去律政司，咁去到嗰個時候，其實都係如果律政司嘅意見係要提告的話咧，佢哋未必可以對應翻佢哋之前所講嘅承諾，咁所以要留意翻，即係未必係喺嗰個階段咧，就係要即係要咁快去決定，即係要向佢哋表達，即係你有呢個認罪嘅方向咁樣，係啦。咁而有啲案件就係即係已經提告咗之後啦，咁喺法庭嘅階段咧，係可以咧，因為呢一個即係呢個群體嘅情況啦，佢嘅精神上嘅情況啦，而去考慮咧同律政司咧去到提議咧用其他方式處理嘅，咁就呢一個方式咧就叫簽保守行為啦。咁就係基本上咧就係當律政司去接受呢個方案的話咧，咁咧呢個被告人咧就可以喺庭上去認罪，但係個條件係控方咧會將個案件撤回啦，同埋被告人咧亦都願意即係可能去守行為，假設係一兩年咁樣，咁就按照法官去決定嘅。咁喺呢個情況咧，就係最終啦，就係個案件被撤控之後咧，其實個被告人咧就唔會有案底啦。咁但係咧，當中要注意翻，就可能要唔好再干犯相類近或者同一個情況，就喺呢一兩年期間。咁通常都係適合一啲即係案情咧係十分輕微，即係譬如普通襲擊啊，或者講緊偷竊啊咁樣呢啲嘅罪行啦。咁同埋即係個受害人一般都係，如果佢同意嘅話，咁就會更加大嘅機會啦咁樣。咁同埋一啲特殊嘅情況啦，即係譬如就係一啲可能有呢個精神狀況係有問題嘅人，咁樣都係即係一個叫做一個理由，一個大啲嘅理由去申請嘅。係啦，咁如果患者即係唔想揾律師去代表啦，咁家人可唔可以代佢做決定咧？咁就可能即係上一次都有涉及過咧。其實咧，即如果按照高等法院第80號命令咧第2條咧，就係一啲無行為能力嘅人咧，即係除非由起訴監護人代表啦，否則咧不得在任何法律嘅程序中咧就送達認收啊作抗辯，即係唔能夠喺冇法庭嘅命令底下咧去為佢去作出任何嘅決定嘅。咁所以即係一般情況，我哋都建議即係有律師係在場。係啦，咁而即係醫療報告咧，都係喺一啲審訊中咧都係較為重要啦。即係好似我剛才所講啦，即係如果考慮呢個人係咪適合答辯或者適合受審咧，其實都係要依賴一啲精神科醫生嘅報告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到時咧，即係都要去記得咧，即係問你嘅律師啦，即係去攞翻呢啲相關嘅報告啦，去為佢準備佢個案情嘅。係啦，咁我今日大概嘅分享就係咁多先啦。